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无锡的马拉松引起的狂欢。无锡的马拉松，它的话题。前不久在无锡举办了一场马拉松活动。它不仅因为无锡市推出把马拉松和买房挂钩，也就是你只要参加了马拉松，如果你跑的全马，给你买房的时候给你多少钱的一个折扣，跑完半马或者是欢乐跑，都有不同的这个力度的这种折扣，好像我记得是8万块吧。所以我们在节目也介绍了这个已经让无锡的马拉松火了一把，他把跑马拉松和买房挂钩了。结果这个无锡的马拉松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又给了他一波流量。这个流量就是一对野鸳鸯，打个引号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跟一个年纪比较轻的女性，他们的亲密主动让这个无锡的马拉松再一次赢得了这个围观，赢得了网友的这个关注。它这个现象也引起外媒的关注，也就是咱们网上对无锡马拉松出现了这么一个叫戏剧性或者叫亲密事件，引起外媒的关注。你比如说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就有一篇文章叫无锡马拉松野鸳鸯流量的狂欢。我们看看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马拉松出现了这个野鸳鸯以及网上的反应，对吧？外国人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一场马拉松比赛，最近意外的迎来泼天的流量，但流量的源头与赛事无关，而是赛场上被指认为野鸳鸯的一对男女。而事件的导火索是一段时长仅10多秒的视频。3月23日早晨7时许，昵称为我是山西玫瑰的马拉松博主在赛事开始前举起手机，想要和身后的选手合拍一段众人齐欢呼的视频，记录这个情绪澎湃的场面。这段视频被上传至社交媒体后，成功引来网民关注，但他们的焦点是视频中博主身后一对年龄悬殊的男女。视频显示说这名男子身穿粉红色赛服，看上去40-50岁，身边的女子则年轻貌美，看上去仅20-30岁。两人互动亲密，有说有笑，男方还搂着女方的肩膀。不过当男子发现摄像头后，立马将手放下，微笑的看了一眼镜头后从画面离开。一旁的女子看到摄像头后也下意识的躲避镜头，拉开与男子的距离。看似平凡的举动，网民却从中提炼出大量信息，一看到镜头就分开，这两个人绝对心里有鬼。不少网民还当起侦探，尝试从简短的视频分析两个人的关系，有人猜是父母，也有人猜是甜蜜的万年恋，但更多人凭借两人慌张躲避镜头的行为，断定他们是一对野鸳鸯。得出野鸳鸯的结论后，不少网民就开始不遗余力的全网找人，尝试扒出他们的信息，棒打鸳鸯。这个联合早报说这是疯狂的认人游戏。有网民很快的指认出视频中的男子可能是软光软件名誉董事长陈立浩。他们给出的证据是两人的轮廓气质相似，且陈立浩平日喜欢运动，曾参加过马拉松赛事。这个陈立浩是湖市一家上市公司这个他的名誉董事长。因为这个涉及了上市公司，所以这个远光软件还专门发了一个公告辟谣。或许在这些网民的认知中，正是这类坐拥庞大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才更容易吸引年轻异性不顾年龄差距主动接近。如有网民写道，年龄差这么大，看来男的董事长，女的董事早。公开资料显示软光软件是企业管理、能源互联和社会服务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于2006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控股股东是国网数字科技，实控人是国务院国资委。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正确，有网民还拿着陈立浩和马拉松男子的照片，让人工智能模型做对比，结果 AI 认定他们是同一人。有了 AI 认定当靠山，舆论的火焰马上烧到软光软件，让公司股票一度大跳水。你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就为干坏事做了背书，就被人利用了。眼见突然身处舆论风暴中心，
远光软件3月24日紧急发布澄清声明，指陈立浩前几天均在广东执行公务，视频中的男子并非陈立浩，两人也毫无关系。声明还强调该公司保留对发布传播不实信息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事实上，有网民指出，只要仔细观察，不难分辨出马拉松男子和陈立浩并非同一个人。陈立浩眉间有痣，马拉松男子没有，两人的牙齿形状也明显不一样。这个不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媒体对这个还是对网民的心理他没有掌握。网民希望他是陈立浩，所以他必须是陈立浩。网民如果不希望他是陈立浩，那么就是陈立浩也没用。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话。大家还记得这个几年前呢，徐州那个叫丰县吧，还是沛县，就是那个铁链女事件，小花梅有人弄到了小花梅小时候照片，然后全网开始辨认，无论是什么专家出来鉴定说这个就是小花梅小时候，但是网友就是不信，网友就相信她是个四川走失的一个女子。这是一个插曲也就是说网友他是先入为主，他认为就是。只有你说这个陈立浩脸上有痣这个跑马拉松的脸上没痣，那不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他是陈立浩，这样叫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也就是截止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陈立浩就是马拉松男子。你就是怎么给他解释他都不信。随着舆论风暴持续发酵，最初上传视频的博主我是山心玫瑰决定下架视频，但有网民质疑他是被威胁或与某方达成交易后才下架视频，息事宁人。不过博主在3月25日下午上传澄清视频，强调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也没有与任何方面进行交易。之所以下架视频，博主解释说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人信息的保护，另一方面是不想评论区再被乌烟瘴气的猜测和谣言充斥，卷入这场无休止的风波。他坦言意识到自己的视频已对他人造成困扰，我已经连续2天没有睡好觉，我觉得有点恐怖，有一种无力感，我被这种舆论推着走。马拉松主办方无锡体育局工作人员受访时强调，整起事件与赛事无关，为了保护跑者的隐私和合法权益，不会透露更多信息。会跑体育工作人员也称，这只是个人行为，只要不影响竞赛标准和公正性，组委会不会干涉。然而这场棒打鸳鸯行动远未结束。过去2天，再有网民指认男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渭城大队消防队队长齐红强，女方则是咸阳消防的张磊，两人是上下级关系。两人的照片、年龄等个人信息迅速被网民起底。目前网上流传的文章多数已被删除。有网友扒出了这个渭城这个消防的这个图片，后来还闹出一个笑话，就是当众多网友根据这个有人爆料的这个图片，找到渭城消防还有什么那个女方那个单位的那个社交媒体账号，结果惊奇的发现他们做贼心虚把账号内容都删掉了，那就更加这个指向他们就是那对野鸳鸯。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把账号删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似乎验证了这就是板上钉钉。但是又有网友指出实际上他这个账号是好几年前就已经删掉了，就没了，不是这一次无锡马拉松之后引发风波之后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是我刚才说的，网友需要他是。如果这一对男女就是一个普通的野鸳鸯，纯粹是两个没什么关系的既不体现上下级，又不是国企那种，也不是什么富豪，就是一个简单的老少恋，或者是有点伤风败俗的老少恋，这个似乎都不能满足吃瓜群众的胃口，觉得这个瓜不够大，不够甜，不够脆。我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在四川的成都应该是中石油吧下属的单位一个领导跟一个美女，那个美女穿个裙子，两个人在大街上手拉手，好像跟这个无锡马拉松这个差不多。结果被那些街拍的那些摄影师拍了之后发到网上，结果被网友认出这俩人是一个单位的，都是中石油的，有上下级关系，所以这个瓜吃起来就带劲。2023年6月，一名街拍摄影师在四川成都的闹市区
街道上拍摄到一名中年男子与一名衣着靓丽的年轻女子手牵手走在街道上，两人神情轻松，有说有笑，略显亲密。该男子事后被指认为是国企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旗下叫环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胡继勇身旁的时髦女子是他的下属。街拍摄影师的本意只是记录成都大街上的时尚元素，却意外成为国企高管出轨的呈堂证供，且随着网民持续追杀，胡继勇所任职的国企甚至被爆出可能存在任人唯色的纪律作风问题。两起事件均满足群众内心的窥探欲，想要抓奸的猎奇心理，在有了流量的加持下，才让八卦事件成了新闻。但与成都千手门事件不同的是，截至目前，网民在野鸳鸯事件的舆论追杀更像是基于臆测脑补的猎巫式运动，导致博主、躺枪者等无辜的人被裹挟进网络流量的大潮下，深陷恐惧。即便网民深知这根舆论的铁棒已经打向无辜的人，但在流量的狂欢下，又有多少人能保持冷静，不让自己成为隐性暴力的施暴者之一？还是又会遵循人性偏执的本质，再次高举正义与道德的旗帜，寻找下一个讨伐目标。这就是联合早报啊，他认为啊，很多网民拿着道德的大棒，这个道德大棒往往抡下的是无辜的人，高举正义与道德的旗帜啊，还要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场围观与狂欢啊，也让人感到一阵阵的恐惧，这是来自普通人被裹挟进网络流量大潮下的恐惧，不只是针对拍摄者、躺枪人、当事人，类似的事情反复上演，甚至不乏悲剧的发生。大家还记得吧？有个女孩啊，是浙江吧，一个女孩去快递站点取快递，结果一个快递员吧，就拍了这个女孩照片还是视频，然后传到网上，非要说这女孩是个小三还是什么的，结果网上就开始热搜啊，这个女孩就遭到网暴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网友他只根据一段视频，他不会去区别这个事情。第一个，他是不是真实的；第二个呢，如果他是真实的，他有没有妨碍公众利益，这些他不管。就是在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对野鸳鸯，对吧？他是不合法的，他伤风败俗都没有。如果人家是正常恋爱呢，范增，对吧？跟他那个新媳妇差了好几十岁，张纪中跟他老婆，王石跟他老婆，那都是差了多少岁啊？合法吗？人不照样合法的吗？还要提倡人家狂生孩子，响应国家政策，响应国家号召啊！也就是网友他不管这个事情真假，他先去网暴，对吧？因为我们太无聊，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瓜来释放，来狂欢。实际上这些啊，和街头坊间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这种八卦没有本质区别啊，实际上就把这些搬到网上了而已。这种八卦，首先一个农村是最多，然后呢，这个办公室也多，对吧？这个我想上过班的人都知道，这办公室就会传这种八卦。实际上这种八卦搬到网上，然后加以放大，然后形成共鸣，所以它的声势浩大。但是啊，这些东西如何上网，在网上如何成为热搜，为什么还会演变成伤及无辜的全网的网暴，或者叫探索、人肉搜索、刨坟？表面上看啊，其满足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窥探欲，具备成为爆款的命门。但是啊，从窥探欲的释放到成为全网关注的热搜新闻，中间毕竟还有一个长长的链条，也就是你想上热门，你也上不了啊，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那怎么这个事情就上了热门？人性的东西亘古不变，但为何偏偏在释放的互联网平台后演变成一场狂欢，值得反思。平台加算法加流量恐怕是难辞其咎，也这种模式啊是罪魁祸首之一。它首先啊，这一模式具有激发热点、塑造热点的能力。马拉松亲密事件本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偶发事件，马拉松比赛拍摄视频再正常不过，能从千万条视频中脱颖而出，无外乎是依靠了算法的助力，甚至助推。其次，因为有了流量的加持，这一模式下的热点不只是有了围观的效应，还具备了变现能力。流量越大，关注越多，收益越大，所以除了围观者，还聚焦了大量的吃流量的经营者，其中不乏故意引导话题，甚至污蔑者，也就是故意啊把这个话题往广大网友所期盼的那个方向去引导、去助推。
相互成就嘛，这样就是一个狂欢，流量的盛宴。至于对受害者来说，没有人会关心。最后，算法和流量本是中性的，核心在于作为主导一方的平台和作为被投喂者的用户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默契，你喜好什么就给你推送什么，而不管推送的内容是否值得，是否可能给他人或者社会带来负外部性，表面的价值无涉，反而可能最伤害基本社会价值。所以普通人一旦被裹挟进流量的狂欢大潮，几乎无以招架，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被彻底释放出的群体性激情，直接粗暴无理可讲。对这种带血的流量，平台如果毫无作为，类似事件只会愈演愈烈。当然，类似事件也不乏另有猜测，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表演，经过网络发酵博得大流量后，当事人包括拍摄者会出面澄清，黑红也是红，流量至上。果真如此，这无疑是一种建立在平台加算法加流量模式上赤裸裸的欺诈和愚弄。无论如何这一切让人心生恐惧与不信任。试问，这是我们曾经预期或者梦想的那个网络新世界吗？实际上对这种网暴，对这种人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2023年6月份发生在成都的那个中石油领导和他的女下属被人拍到。本次无锡马拉松这一对男女被拍到，这个网上舆论完全不一样。中石油那个领导被拍到之后网上全是狂欢，一边倒的，没有人为那个中石油领导说话。但是这一次呢，你看无论是很多媒体都在反思这种现象，并没有一边倒的去踩或者揭露这一对男女。这个舆论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他的身份大家比较敏感。如果你是干部，你是国企领导，也就是你拿的是大头，如果你干的这种事情，大家是不会原谅的，因为这里面潜台词就是你一定在搞腐败，你以你那个样子，谁能看得上你呢？那么漂亮青春曼妙的，对吧？女性，谁跟着你一个糟老头子？你还不是以权谋私吗？你那个权是什么？对吧？那是人民给你的，对吧？你那个财富哪来的？那是我们交到大头那儿的，你拿来泡妞，那群众当然不答应了。但是无锡马拉松这个一对男女他并没有这个特点，他就是你现在你不能证明他是国家财政养着的，他不是公务员，不是干部，也不是管大头的。那我们舆论如果这么对他，有什么必要呢？他也没吃你的，也没喝你的，他俩人愿意乱来。当然了，这里面也叫有伤风化，违背公序良俗，有这种可能但是群众的这种受害的心理那是轻得多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无锡马拉松这个叫亲密事件爆发以后我也做了一个节目，但是我就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个不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不就跟农村的那些村头巷尾对吧？那些老太太在那嚼石头根子不是一样吗？对吧？如果你穿的稍微差一点，穿的厚一点，朴素一点，他们就会说你混得不行。如果你稍微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点，他们就说你在城里肯定不是干什么正经工作，说不定已经当了小三了。也就是叫捕风捉影嘛，无中生有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情绪才能符合他们的想象。当然了，这一期我要讲的不是说平台的责任，刚才说了这个事情能成为热搜，对吧？能成为大家这个吵了好几天的话题，平台有他的责任，流量为王，对吧？这些 MCN 机构，这些 UP 主也有责任，在里面推波助澜，引导，对吧？往大家预期的那个方向去引导，这个就是平台流量加算法，有算法的加持，这一段视频就被抽出来推送给很多人，这叫定点精准投喂。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一切平台能说了算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对吧？如果说这个生态不打破，你去抓平台，你去改算法没有用。实际上这种事情能在网上爆发，让大家兴奋几天，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人的一些需要，或者叫转移视线。转移什么视线呢？对吧？因为现在整个经济不太好，大家比较焦虑，比较压抑。有人觉得你们需要这种叫发泄释放，那么这样的事情正好可以供大家去释放，对吧？定期的搞出这样的事情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叫发泄的一个渠道，一个突破口。我想这恐怕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不是平台喜欢这样的流量，
它也是被迫。我们本该有更多的话题去分散这种流量。永远有人喜欢这种嚼舌头根子的、捕风捉影的、男女私情的，大家不要关注。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人，有很多人他可以关注别的，比如说国际局势，对吧？时政话题，这个很多男人都喜欢的。问题是这些话题你能聊吗？社会不公这些话题你能聊吗？你很难聊，聊了他也不会推广。就首先第一个，你很难聊，聊完之后你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你即便通过了审核，他也不会给你推广，对吧？一旦推广出了事，平台要受罚。当我们现在在聊这个国家，对吧？地缘政治或者是外交或者是内部的这个经济措施，也就跟时政相关的时候，你用龙国，你用兔子，你用东大来代称，都已经悲哀到这种程度。这还不算狠呢，对吧？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在进行审核，你用兔子，你用东大来代替已经不行了，有的时候它也能识别，所以你得移花接木，把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事情非要说的是印度去，来用印度，对吧？来代称一个地方，进行空间上的转移。还有的是通过时间转移，对吧？把发生在现在的事情，你非要说的是明朝发生的，但是观众呢又能看得懂、听得懂，不影响交流。就是但你要正常的发表一个意见，说一个话的时候，都要这么曲里拐弯的，甚至以后有可能要道路以目大家通过目光、通过眼神去交流。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马拉松的这个亲密事件它才会爆发，因为这个流量非常安全，平台喜欢，不会出事，顶多这个受害者来找平台，到时候平台给他道个歉，赔点钱，顶多这样，不会涉及到平台的生死。也就是这是平台迫不得已，最终把很多话题压制限流，那最后流量只能到这种安全领域吗？为什么加藤老师火呢？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因为加藤老师很多话题貌似都是正能量，所以他就会得到推广，流量加持。所以我认为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发生在法国，老百姓会怎么去看？也会像我们一样的去网暴吗？就我想这个答案是截然不同。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人家话题分散了，关注这种花边的有，但是非常少，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声势，这个一呼百应。不是所有的网友都喜欢花边新闻、娱乐新闻，那现在表现出来是大部分都喜欢看这种花边新闻，纯粹是因为他没得选。所以在这种舆论的管控之下，才会出现这么多奇葩的事情。你这个不能聊，那个不能聊，最后你只能聊的就是花边新闻，安全。但普通人呢，一旦被裹挟进流量的狂欢大潮，几乎无以招架，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被彻底释放出的群体性激情，直接粗暴无理可讲。所以说来说去我就认为第一原因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舆论空间被扭曲了。但大家对这种花边新闻津津乐道，要刨根问底的时候，恰恰反映咱们，对吧？在舆论方面是一个非常不正常，是一个非常扭曲、变形、压抑的这么一个环境。但也有网友评价说看到这个无锡马拉松亲密事件，他的感慨叫身体真棒，感情真好，关你屁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